今天来到的可是大队人马，哎呦，今天他们的双生双旦的组合啊，对啊，听说要同门相残啊。不晓得他们之间彼此有没有感情呢？观察他们在化妆的过程里面，他们没有什么互动可以看得出来。是。其实他们私底下是有一些心结在的，是吧？我想也是。今天是我们的超一跟超二两组人马大对决，欢迎黄文兴、王雅婷以及艾成林伟，欢迎他们。欢迎！你们好。哎呦，今天的学长学姐带着学弟学妹来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哎呀，不得了！我们2班已经发了一个合集，全新的合集，3月6号正式发行。我有我的惊叹号，惊叹号！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哎呦，好哎！来请，谢谢。陈在这，艾辰在这，对，那天来的真巧。太过分了。那服从役也不错，说实在话。对啊，我们是以出专辑《我有我的惊叹号》这组人马来呢，还是我们的学长也可以唱？是前辈先啊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，我们前辈先是啊。长幼有序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你要压轴的意思。心很重哎，我了解你了，我了解你了。好了，那这样子 Lady First， 好不好？大眼睛，你先来一段，好了，好不好？预备起。Oh baby， 爱什么稀罕？不要再等待。你若是摇摆，只好说声拜拜。爱什么稀罕？我选择孤单。你若不敢爱，决定不算太晚，就是要从现在把你赶出我们外。掌声鼓励。你们压力大了，第一个就这样唱了，你们后面怎么办？是，对不对？那边得第一名的举手，艾辰啊。第2名的举手，哦，2个第2名。哦，没有关系，我第4名的举手。第4名。我第5。先缺了一个第4名，那我们就照顺序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第3名还不先唱啊？那我唱我们专辑里面的歌。你在里面唱我有一首歌叫《深深》。华人创作大赛那是对，好极了，全新的歌，全新的歌，没错。我以为口水歌，那就对了。这是2万多首选出来的前10首的，有没有那么多？2万多首？是真的啊。对，来深深，好不好？预备。口口声声说不可能，朋友的话成了真，慢慢的我不会否认，时间一天一天走着，思念覆盖了我们，镜子里反射你的吻痕，直到现在你是我的。哇，好起来打歌啊！唱长一点啊！林云蔚的，刚才有说要唱一整首啊？没有，我唱副歌。哎，凄美的感觉。好，第2名。你要唱我都睡在唱什么？我唱我都睡好了，我都睡啊。对。上次唱过了啊。你说亿万什么？亿万面包的幸福什么？1万克拉的幸福。1万克拉的幸福。我这样讲，观众才会记得啊。对，你以为我故意讲错的？我想说，钱我有送，我栽啦。这么快就台北。我的人生一步一步，快变成地球首富。因为你的爱是我保证的收入，一步一步有用不完的财富。因为你有我1万克拉的幸福。哎，不错吧？对，唱得好听。第1名，对，危机意识，来听一下，预备，有舞蹈是吧？对，预备，好嘞。我就像是你的傀儡，像你是操纵的线，而在4小时的束缚公布你再见，不能坚持自己主见，唱歌总是学不会，现在开始彻底改变，要让你后悔。好欣赏你哦！你说唱就唱，说跳就跳，哎。是啊，不是说唱就唱，不是这样说，是他早就想跳了。他酝酿很久了，等很久了，毛起来跳，爱跳。
因为他叫他好好站在那边唱歌，他很痛苦。今天来看厨艺，好不好？待会有很多话可以聊啊。先欢迎他们4位。好，意大利进口彩菜锅就等着今天2组人马了，来进行我们的大明星私房菜，各就各位。先从雅婷跟黄文熙这边开始，但是这边有位中男子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你在干嘛？半醒一半仙，转路转都是转贤，脑中千书总万贯，江岸文武半边天。睁开眼睛要睁开，眼睛要睁开啊！好了，可以了，好有趣哦。怎么样？刚刚配置还可以吧？这位是谁啊？这位是谁？谁可以介绍一下？特别从高雄请过来的主。你的影迷嘛，是吧？不是，是我的那个粉丝啊。粉丝啊，他拿手菜是什么？拿手菜就是蛋炒饭。听说你是这个霹雳布袋戏的戏迷啊？对，是不是应该来一段什么主题歌给我们看？拿手的，来，现在来讲。我可以抄我。你会操作它？抄我会。对啊，是有，你会抄我，来，抄我，你本来就是抄我的啊。因为其实我本来这个渊源很深了，我本来呢想要进去做抄，可是他那时候没缺人，那于是因缘际会，我也当了抄。哎，这一尊很贵吧？我想。这应该差不多啊，这尊差不多冷蛮高，那我先把它脱掉。为什么帽子要拿掉？因为它这样会感觉比较飘逸。哦，有碎。哎，他下巴是屁股下巴，哎，好可爱哦。对啊。黄昏霜风冲破掉千年几番秋风，伊的破开转眼地后天光，忍受万古山河，必魂现空。陪伴又杀又待结束，兄弟阮过打破了万里长风，伊感动志天甲震动，顿转共生一种，万古江山又会何来一头？碎。你刚刚唱就是他的主题歌的？没有，是这部戏的主题歌，可是他是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。对，可以将你的一朵莲花插进来的吗？把它插进来。好，那我马上就把它插进去。他从哪插？这个大概一边在市面上大概有几尊啊？这个看观众的需要，因为有人他如果想订，有人订他才做就对。因为他这个每一部的那个灵魂人物都不一样。质感好好哦。对。来，那我们就让他陪伴着我们来做菜了。好，今天拿出的私房菜。那你今天带来什么菜来？今天带来的是，我们有带过单家的，因为他占了我的位置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是那个虾仁蛋炒饭。虾仁蛋炒饭。哦，很好。是。那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啊。我在等晨晨哥。快开始了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这边有虾仁，先。水里面有没有加什么东西？没有加。有。加什么？加那个米酒，就让它去一下它的腥味。去它的腥味。是没错。黄文兴有样子，因为在厨房毕竟在厨房帮过，有样子。来把它弄散，快点！你先烫一下虾，你等下动作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艾辰跟林莹蔚来这边请来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幸福的画面，你看看，超不要输超一的，好不好？不会输。来这边请。哎呦，还会翻锅。他会啊，他因为煮2年了，还赶紧讲你输了就快讲来讲。那个对面的林莹蔚他是临时恶补的哦，真的哦，恶补的哦，看得出来他不太会做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切菜啊！你卖转蒙哦。黄文兴，你给他共解。哎呀，你这样没有好男人的感觉呢。他刚刚一直骂我。这个手有没有？手拿轻一点，好不好？用这个，好。雅婷，你平常私底下有跟黄文兴就是有单独出去过吗？不可能，没有哎，都没有。在公司遇到就一起去吃个饭这样。雅婷很难单独的。为什么？你这个习惯的。你怎么都那么了解他们呢？你在跟监他自己。有时候摄影机。都了解他们的生活作息。我注意雅婷很久了。他其实你就替我做主了吧？这什么戏啊？你的眼光不太好。好，
后现在呢？你现在做什么？现在这一招是我从电视上从阿基师那边偷取。哪一招？哪一招？干嘛用的？放进去，等放进去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在看呢，不错。哎呦，哎，是的啊。用2颗全蛋是吧？对，2颗全蛋。饭会不会太多？你刚刚的饭是几多少的量？大概3碗饭还是4碗饭？对不对？这个对，差不多4碗饭左右。4碗饭。那送我脚哦，我带你们就开口了。哦，那我们要到对面去喽。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走，爱神林一位。走。我们家肉已经烫好，拿起来了。那我们到那边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剩下3分钟，对面走。调味了吗？里面还没。还没有。要什么？那个盐跟盐。文心呐，哎，还谁啊？啊，你不是要盐？等一下，不要吵我。哎，你不要擦汗啦，他流汗了。不要擦汗，没有看我在流汗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合作的感觉啊！哎，怎么擦你知道吗？要撩起来。我的发型。哪人家这样擦的啦，一点都不浪漫。调味，快点！哦，真的着实令我感到紧张。最后30秒。上尾30秒的时间，看你这个饭安怎炒。你还加味精？你看王阿婷今仔日就4连加喽！最后的10秒倒数。来，我们看对面的汤煮要怎么样？来到对面来，这边行，来走。成这样。哎，有刺客刚才。超1跟超2的大对决时间到。哇！今天看到了一桌的丰盛啊，有饭有汤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先吃黄文馨的饭，黄金炒饭来。很香哦。至少味道还是要对啊。你是不是第一次学阿基是这样煮炒饭的？以前都是蛋直接打就对不对？就弄。第一次是昨天晚上，就特别，对，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一招啊。爬过弯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的。对啊。林伟可以吗？好吃啊！知道吗？我什么都好吃。对啊，这个很好养。他刚来通告前已经吃了一坨了。我没有，没想到他还跟我说他很饿。因为哪有还在发吗？有发的厉害。香菇赤肉羹，来，各位，今天这个局面杀很大哦，各位来。雅婷觉得怎么样？好吃。我也什么都好吃。真好养哎，你们。今天汤厉害还是饭精彩？准备举牌。两位主厨仔细的思考，因为关系到两组人马今天的最后的荣誉。先举牌，1、2、3。哇！你看妈妈乐，有啊，好开心。妈妈也太开心了吧！各位冷静。2票都在这边的时候，对方的那一边一定不舒服，就是不要叫这么大声，没礼貌哎你们。不要叫这么大声。赢在哪里？输又输在什么地方？阿基师，请说。好，那其实艾成今天在选材上面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啊。虽然你看到我里面有撇步搁到塑胶袋里面，但不是全蛋，蛋黄就好。啊，是蛋黄。对，因为蛋黄就好，蛋白全蛋下去，蛋白很多的水样蛋白。对，你撸差一撸出醉了。然后你蛋会越炒越糊，甚至于影响整个饭粒的米香。公爱都对哦，你给蛋黄就可以了。蛋黄，然后炒出来以后，蛋黄里面的卵磷脂
就算你炒的火功稍微差一点，蛋黄香还是会出来。对，那因为你今天可能也有一点紧张了，饭你搁多了。邓公把那个配换一半呢，对不对吧？可惜啦2-0，非常漂亮的，目前暂时领先啊！你们都比了大半年，我们比一次就赢了。来公布指定菜，詹姆斯准备。今天的我们的指定菜是什么呢？卷寿司，相信大家都吃过，但没做过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应该都没做过。卷寿司是我们今天的指定菜，想不到吧？9位。这个席子决定了这个菜的成败啊！是会搞这个席子会用的人才会赢。来，詹姆斯会提供重点给大家啊，各位都没做过，手上动作停下来，请。那卷寿司它最重要不外乎就是你要拌醋饭，醋饭如果过酸的话，哦，那它可能味道就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再来就是卷起来的形状要漂亮，哦，然后要紧实，哦，其实是可以自由发挥。看个人嘛。对。哦，错律师。两位，请就位。动作好，10分钟计时开始，来，现在8分钟，看另外一边，走。里面放了什么？放了什么饭里面？我先放了醋，然后后来刚刚听到对面我才知道哦要放糖哦，味淋哦，好。对面放一定是对的吗？放也不一定对啊。它有陷阱。他原本一开始想放黑醋嘞。这里面有陷阱吗？有吗？哦，你也在煎蛋了。对啊。确定要放糖？要放糖吗？放糖不要。我不要。难吗？这个东西？这个关键到底在哪？醋饭的味道嘛，跟卷出来的形状。醋饭的味道跟卷出来的形状，对，看它的剖面嘛，是吧？剖面也是，对不对？因为寿司啊，比的就是比构图啊。好吃哦。不好吃。但是有酸了。是这个味道吗？温馨尝尝看，他搞不好有别的不同的看法。我味淋是不是放不够多？就是很醋哦，很醋，酸哦。你趁我嚼了，可能没够嚼。再放一些味淋。好，再放一些味淋。还是要等等一下，我们来思考一下。味淋吃起来不要放。我们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提醒他，不能再上放味淋了，不能这样讲。我不能这样讲 ，OK， 不能这样讲。那放糖呢？可以放一点糖，其实。真的吗？放糖。真可以放，真的。糖，你决定。詹姆斯说对。来，只剩6分钟，请把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放糖了是吧？好。不是说可以搅一下，你自己决定啊，这个东西你要吸油的，是吧？哎呦，好，它要吸油，蛋煎好了，来，另外一边，艾成林因为来这边。目前做到现在，目前为止看得出来谁做的比较接近吗？我们看对面好不好？关心他没来走。我全部加了。来，2分钟。先饭吧。先饭是不是？对吧？你先把帘子倒过来吧。啊？哦，对。看人家这样做，我好轻松。我好感谢你们今天两个一起来哦。真的吗？万一我跟夏雨要看到这不知道怎么办。真的。为什么饭会变这样啊？你刚刚醋加太多了。这是什么鬼？目前你看两边有没有稍微有谁像一点呢？你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对，那边的饭好一点点。哦，比较没那么湿，因为这个已经变稀饭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的赢面就在于卷得很紧。真的吗？你只要卷得好，你就赢。卷得好就赢，真的。所以饭已经不重要了。哇，困难的来了！完了！加油，黄心加油！它由外往内也蛮妙的，通常都由内往外。哎，好像可以耶。可以啊。好像可以耶，只是怎么那么大一卷啊？好，看来是差不多了。来，最后的30秒钟，看对面在这边行。那我们这个也要一起卷进去吗？你忙你的啊，喜欢吃寿司人也不少啊。这个家里面就可以做的事情，怎么样来完成？来，基本上我必须要先声明哦，因为这个卷寿司它真的难度是一定有哦。我从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我也不过卷了3-4次。才卷了3-4次而已。对。先讲啊，待会卷不好才有力。
弄台阶，借口。盐1汤匙，台阶先搭好。盐要1汤匙啊。 1、加盐哦。 2、3、4、5，糖5汤匙，盐1，糖5， 1、醋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醋饭这个醋水进到这个饭里面，它还是有比例。好，是1比5。 1比5。对，其实今天的饭煮的严格说来，对做寿司来说不是好的选项。太黏了。太粘稠了。好，一般寿司的话，我们一般煮饭是白米跟水大概是1.2倍左右，可是煮寿司的话，大概6杯的米，它5杯多一点点的水就好。水要稍微少一点。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米要干，你才有办法能力吸这个醋。哦，做寿司要连碗一起下去的。太黏了啊！阿健老师会笑得太尽兴了，1比5左右哈，尽量哦。其实它1匙半左右就够了。这么少，让饭平均去接触这个，要一直翻。所以待会的 nori 你会烤过吗 ？nori 我不用烤，不烤。对。那今天蛋皮要不要加油呢？要加一点油，要加一点油会比较漂亮，可是不要太多。刚才煎蛋皮有加油的举手。你跟他遮什么遮啊？他马上那边一举手就，好像是我的错一样哎。你以为有点怪怪的。我感觉哦，差不多就薄薄的1层这样就好了。1颗蛋就好了。1颗蛋就好，一卷而已，一卷就好了。我刚刚太奢侈了，都用2颗蛋，加进好了。你看蛋皮多漂亮！哇，好漂亮！哎呦，等旁边这个部分有一点自己跳开来之后，就已经是熟了。旁边翻开来就是 OK 的。跳开。它旁边会翻开哦。对，它当它干了以后，它就你们它才趴的，它会揪一下对，它就翘起来，很快马上就要起来了。你看现在用手一抓，哇，这样就好，平平松松。因为你这个一样，你如果有这样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没有一个是热的喽。对，对啊，充其量就是待会的酱汁可能可以用热，会好一点。我的备料里面有2个陷阱，是哪2个啊？番茄酱跟黑醋陷阱。对，刚刚我们没用到。有加番茄酱跟黑醋的举手。没有，没有啊。看起来就不太可能。对啊。林英慧，你再说一次，你刚明就要加黑醋哦，是我支持你哦。把它切成稍微细一点，但卷起来比较好卷。那希望它每一口吃起来口感差不多嘛。哦，我们先来做一点酱汁哈。你这里面加什么？味淋跟酱油。哦，味淋是这样加的哦。对。味淋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。这酱汁是可有可无的，其实可有可无。好，留香是比较好。你做的。好，现在开始要进入比较困难的阶段，第5次卷寿司。各位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利用这个过去的多年的所学，展现在国人的面前。好紧张哦，没那么紧张啊。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？到底会毁了他厨师的名誉呢？就在这个卷寿司。在人生有很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到底詹姆士对于寿司有着什么样错综复杂的情感？欢迎收看《型男蜘蛛网》。厉害了。他现在是把饭全部铺满哦。哦，他慢慢的铺就会平了。什么？阿健，冷静点，阿健。我那么开心哦。我什么啊？哪件事情？色了，哪有那更的时候？
反过来卷啊。搞了半天是反过来卷。那种饭在外面的那种卷啊，有一种寿司做的，寿司做的种。对。要看的，你当然要卷。可以的。自我加油一下。再做最后的谐音就可以了。成功了没呢？当然。一个发人深省的料理，好励志啊！有没有？很励志。那芝麻不用抹得很匀嘛？对，好像比较难的。都会怕说那个饭会散开。要美一点，因为这个饭今天煮的实在是太软了。今天的饭你早上一来我就觉得煮人烂，很糟。哦，有 feel 哦，有 feel 哦，是有 feel 哦。才4个哎。对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层要卷啊。等一下我们再试着再对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好吧，辛苦了，鼓励鼓励。好，我们很感动，看到了我们今天成功的做出了一个寿司豆豆。它这个中间这些啊，这些寿司是有必要的吗？淋一点腌萝卜，是腌萝卜，对，它是有味道，其他其实是还好。来，请拿起各位的餐具来。哎，刚刚好哎，刚好啊。好好吃哦。我们今天饭煮的太黏了。对，今天饭真的太软了。太黏。我们饭煮太黏。对。都已经是这样了。对啊。那你们怎么办？你看文心的整个都变那个糊掉了，会有点像马吉那种。你的也是好不好？肉都跑出来。大人，先不要急着攻击。我知道超1跟超2一定有一些鸿沟在的。我们先吃学弟妹的，再吃学长姐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各位，请吃这边的。林蔚，开始笑啦！你笑什么啦，薇薇？你这有下毒是不是？哦。你们两个怎么自己表情那么怪啊？哇，你醋放太多了。好，各位，6个怎么分？我们有吃过了。我们刚刚有吃过，你们是你们。有人吃过的。对，我们把那个炒的。真的假的？还要吃啊？太酸吗？酱太狠。哦，嘴巴张不开了，好黏哦。如果1人1票，也是他们赢。中央之民得过2票。哦，了解吗？因为照你们这个东西，得不到2票的。我先这样讲，让大家比较舒服一点哈，好不好？所以待会结果出来不要太意外哈。好，来准备，指定菜卷寿司。私房菜的寿司2票对0票，现在结果指定菜是多少？1、2、3，举牌。恭喜1人1票。1人1票。在你们是准备投给他们？其实严格说来，两边都是稀饭。哦，那当然说比较直接点，这边的稀饭是稍微比较稀了一点，稍微稀。可是我们在刚刚讲，因为味道我们已经不去评量了，因为两边味道其实都没有调好。那我们自己形状。那刚刚因为大家都已经吃完了，所以大家可能刚刚没注意到，因为这边在卷寿司的，它最后的尾端没有粘起来，它的蛋卡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是散掉的。OK， 那这边呢，虽然说是很像稀饭的粘在一起，可是它最后成型是一个圆形，是不会散。OK， 对，所以我选的这个视觉上，而且拿起来一个卷寿司就不能拿起来就散掉。那这边刚开始一拿起来是散掉，尾端的部分并没有粘紧。OK， 没有粘紧。我们本身制作单位在蒸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标准米板，没有。那当然散啊，因为都不是专业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我就要求没那么严苛，味道接近就行。对，好，总票数3票对1票，恭喜超2获胜。你讲话比唱歌还好，你看。超1跟超2这4位偶像们，再给他们鼓励鼓励，谢谢。谢谢2位主厨，谢谢。大家记得准备好超好看的型男大主厨。
祝各位天天都有自己的惊叹号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电锅达人吴秉承要教大家5分钟轻松出好菜。